先生，你好，当欢喜让你服务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将接受我爸的高原，有得了喷农药施作的问题，我唔知做得老马人请教。先生，你做得我说明一下么？你参悟我屋下的甘愿，冲海当上中，请问爱样办处理好好？了解，平冲海防治嘅相關問題，純農業業務歸農業局負責。我讓你打電話本農業局嘅同事，請佢讓你詳細說明，請等一下哦。先生你好，我想請當歡喜老你服務。陳先生你好，先生你好，你屋下嘅甘願係出到乜嘅應該沖海呢？你參悟吳成平老花店牛股兒嘅平海當上中，農業局有推薦乜嘅防治效果麼？先請問你發生嘅事件有幾久咧？受害嘅面積有幾寬呢？規大片高原都有呢。係講情形嚴重，建議你實施噴藥。愛噴呢種藥好好呢？相關推薦用藥，愛先請你向農業委員會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內有植物保護嘅欄目，底部就有植物保護手冊，俾你參考。底部就有噴藥嘅建議係麼？係啊，高樹沖海嘅專區底部有各種高樹相關沖海嘅防治方法，你就得喺溫泉度地帶，針對冇同樣嘅沖海使用嘅藥名、噴藥方法，要注意事項。好，還有其他關頭做得更加了解農藥嘅相關資訊麼？你也做得去學期嘅農藥店詢問，將賣農藥嘅人員推薦有效嘅藥劑。我知咧，我哋要列下當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監管政策，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平海將會發生之前，做得先做預防、安排和處理。好，希望你提供嘅寶貴建議。唔是客氣，有任何問題歡迎你過來詢問。希望